为着要让大家来了解到婚姻好买糖抢5分车的历史，真侪爱到5分车的人士提供到珍贵的相片甲记录，来举办5分车的展览会，邀请乡亲来参观。 为着让大家实在好买糖厂做糖的过程，含这甘蔗5分车，社团法人台湾工业 CEO 协会含好买糖厂前厂长张世德，含真侪爱5分车的糖业人士，提供珍贵相片含记录，伫咧婚礼来办展览。这一次的展览主要是介绍整个制糖的一个流程，这些照片有一部分是糖厂提供的。 有一部分我们是去收集出来的。好买糖厂前厂长张世德讲，100多年还搁伫咧营运的糖厂，伊的文化特别珍贵，那变做互糖业文化继续传承，不断创新是其中秘诀。包括国民政府所产的制糖的时候，也曾经造就了整个经济发展也很重要的外汇的收入。透过老相片，带大家做来遮佚佗。展览时间到4月初1，欢迎乡亲来遮参观。 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